房協一直擔當房屋實驗室嘅角色。20幾年前，房協已經開始推動居家安老。近年，我哋將呢個理念進一步提升至建立長、中、青、幼跨代共融嘅居住環境同社區。呢一日，我哋正式啟動跨代共融在房協計劃，宣布跨代共融理念將會貫穿房協嘅主要業務發展。率先登場嘅係位於沙田乙明邨嘅全港首個跨代共融遊樂空間。房協嘅理念亦都同政府可以話咧係不謀而合。乙明邨正係房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試點，打造咗我哋全港首個跨代共融遊樂嘅空間，將適合唔同年齡層嘅健體設施咧推動長幼同樂，值得支持。我哋深信跨代共融同埋社區營造對香港呢個面臨雙老化嘅城市十分重要。今日乙明邨啟動嘅跨代共融遊樂空間，佢唔止一個遊樂場，而且係一個可以俾3代同堂甚至4代同堂一齊用一齊玩嘅社區。房協以多點點心思，跨代連結，好好多為主題，希望將跨代共融呢個理念呢推廣到全港每一處。這一次參加這個項目呢，除了我們的社會創新設計院以外，也有很多其他的部門，都是通過這個項目把自己的這個知識研究成果轉化成能夠造福社區的一個空間和設施。新增嘅設施融合遊戲同埋鍛鍊元素，不但鼓勵長者多做運動，積極參與社交，實踐居家安老，同時並為老友記同埋小朋友提供更多互動嘅機會。3、2、1。跨代遊樂空間其中一個焦點就係呢個以乙明嘅英文字 Jasmine 打造出嘅健體設施，由房協同理大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攜手合作創造，並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我哋仲邀請埋居民一齊思考點樣可以設計出一個大家都啱玩嘅空間。經過2年時間，呢個咁色彩繽紛同醒神嘅跨代共融遊樂空間就誕生啦。3代同堂 IG Family 吉祥物當中嘅嫲嫲歡嬸同孫仔樂樂都嚟咗同大家一齊玩。以前呢度都有遊樂場嘅，不過地方就細啲，就唔好咁新淨啲。而家咧整咗咧就好乾淨同埋好有新嘅氣派咯，幾好啊咁樣。我會帶我9歲嘅孫仔落嚟玩啦，我喺度做運動，佢喺嗰度玩，我又可以照顧到佢，又可以睇到，大家都方便，真係好好咯。以前呢度咧都有啲舊式嘅單車嘅，咁依家呢啲新嘅咧就踩得開心好多嘅。我覺得彈彈床好好玩，我都想帶小朋友一齊嚟玩。乙明邨一直係房協推動跨代共融嘅試點屋邨。早於2021年，房協已經喺乙明邨推出齊樂同行計劃，引入北歐式健步徑、芬蘭木棋等適合唔同年齡層居民聯繫嘅健康遊樂活動。後嚟計劃更推展至紅磡家圍邨，其他屋邨亦會透過有趣活動聯繫長、中、青、幼居民。房協將跨代共融理念貫穿至唔同業務範疇，當中包括預計於2027年開幕，全港首個以建立跨代生活圈為主題嘅商場啟點 Key Point， 其中4間將會進駐啟點嘅企業，呢一日都有嚟到乙明邨同街坊見面，佢哋都係有創意，致力推動促進跨代共融嘅品牌。今日見到好多街坊啦，跟住有啲老人家啦，有啲小朋友啦，咁估唔到佢哋大家咧都即係幾融洽喎，跟住一齊嚟玩都好開心。我哋嚟到乙明邨咧，見到我哋好多小朋友嘅讀者啦，有好多長者嘅讀者啦，咁佢見到我哋帶咗好多好好嘅書嚟，都好用心地去揀書。唔單止咁，房協去年更推出跨代雙年青年創業計劃，提供4間商鋪俾年青人創業，鼓勵佢哋將商業創意結合跨代共融理念。呢4間鋪嘅年青創業家今日亦嚟到乙明邨同大家打個招呼。
我哋今日嚟到裕明村，咁可以小朋友都好 enjoy 去玩呢個小手工啦。我覺得裕明村居民咧就好熱情嘅。初時我就覺得以為咧就係長者多啲啦，但原來唔係㗎喎，佢哋好多唔同年齡階層，譬如幼兒啦、青少年啦、長者都會有嘅。喺住屋方面，房協採用綜合發展模式發展新項目，例如位於粉嶺嘅樂領都會專用安置屋邨項目，結合出售、出租同長者安居樂住屋單位，照顧唔同年齡層嘅需要。項目落成後，迅即成為全港首個獲得長者友善樓宇認證嘅項目。展望未來咧，房協會繼續善用房協房屋實驗室嘅角色，聯同政府、學界、社福機構同埋各界持份者，喺更多屋邨同埋社區推廣跨代共融，以智慧科技、智慧城市呢個雙智慧嘅力量，將今日喺裕明邨嘅成果逐步推展成為一個全香港全齡共融智慧社區嘅文化。